喂，早晨啊！而家係朝早嘅5點半啊，咁我而家就喺澳門機場準備去一轉台灣啦。今次嘅行程就主要去睇 Twice 啊，因為子瑜回家，所以就必須要去支持噶啦。再加埋今年係即排TPVL 嘅元年啊，就去台北睇埋天鷹對伊斯特，非常之緊湊啊！一陣再見。會已經嚟到晏晝嘅台北啊，而家準備出發去天母啊，伊斯特嘅主場睇波啦。好啦，已經坐咗喺呢個伊斯特主場 VIP 位呢度啊。老實講，近到驚啊，同埋好凍啊，殺過嚟咧，哇，接唔到我係。Let's go！ 背號9號鄭國生，背號10號施丹，背號11號周冠宇。背號12號張庭湖，背號13號柯中福，背號14號瑞哥，背號15號許瑞恩，背號17號馬雅拉，背號19號陳建真，背號27號林生恩，背號30號呂良生。總教練漢克，助理教練艾如謙，請雙方球員場中握手致意。With the handshake and that, you know what time it is? It's game time. Let's go. 我刚一个转身就看到荣荣给我一个非常灿烂的微笑，怎么那么公举？帮我示范一下拦网的动作是什么？其實都期待咗呢一日好耐㗎啦，咁啊睇咗幾排啊，10幾年，終於等到啊有一日係有職業排球嘅出現啊，咁我可以令到佢所有嘢都最大化啦，即係個實力啊，同埋佢 marketing 宣傳嗰啲啊，都可以做到好好咯。最緊要可以令到一啲優秀嘅本土都肯留喺台灣打波咯，唔一定話要去外國打啦，或者係要做老師啊咁樣咯，起碼有多條路俾佢哋揀。有外援睇幾正，咁先可以刺激到成個環境嘅發展㗎嘛，係咪先？大家轟落去。呢個球就是屬於你的。好嚟。咁點解支持天鷹呢？第一呢，就係台鋼集團係好有保證啦，有籃球啊、棒球啊、足球都有。其實佢哋嗰個金錢嘅力量啊，其實係非常之足夠。第一個簽打車就即刻愛上咗先啦。第二個原因就最重要就係呢個傲膠，因為呢，佢喺美津濃嗰時已經係睇到今日啦，哇10幾年啊，第一場波就係睇佢，希望佢冇咁早退休啦。
多球係射得超好，可惜。OK。而家趁中場休息啊，打完2局之後就叫中場，好似10分鐘嘅休息時間，咁啊上嚟2樓睇下呢個商品部啊，勁多人，哇！最後面勁香，啦啦隊嘅。呢個係波啦啦隊，呢個係官方嘅伊斯特嘅子型，啊呢個就係別針，別針小心，好多人我想講，呢個 marketing 不得了。而家睇咗頭2局好精彩，真係呢個位係癲咗啊！近到係連佢哋嗰啲反應啊、set 波攻擊嗰啲，全部都係喺我眼前發生啊 ！Holy！ 睇咗企排咁耐咧，講真冇乜機會係睇到一個打後排啊喺你面前飛起，你真係得職業係有呢啲咁嘅位睇啊，咪又舒服。籃球啊睇得多啦，第一排排球都係第一次啊！OK， 正想稱讚佢哋今日發球開得幾好，跟住第3局就炒咗好多啊！而家佢哋轉晒做飄啊！矮得太矮啦！爭2分啦 ！OK。終於打完啦！呢
呢個位真心舒服。本身諗住買咧就係買天鷹後面呢一區嘅，因為咧其實喺後面睇波咧先至係最正，睇到個 set 波嗰個速度同埋嗰個走位嘅。但係嗰個位咧有工作人員擋住咧，所以就冇買咯。仲有嘢食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謝謝。哇，睇睇下任攞。坐到完全唔想走啊！咁啊，天鷹頭兩個係發揮得超好，開波啊、防反都打得好好。跟住咧，第三局係自己開失太多咯。咁啊，第四局佢哋咧調整咧就係啲強法全部都冇用到，改晒做跳飄，又攞咗幾個 ace 翻嚟，咁啊贏咗啦。雖然未睇過其他職牌嘅主場，但感受到伊斯特嘅誠意，值回票價，只能講呢個主場。Yes sir。哇，小高，Yeah, let's go. Let's go. Thank you so much. 謝謝，生日快樂。謝謝。天鷹總冠軍。好啦，而家同啲球員影完相啊，今日真係非常之精彩啊！同埋佢哋出到嚟賽後都好願意同啲球迷影相，冇 say no 啊！而家架巴士仲喺度等。11點半喺台北車站坐高鐵落高雄啊！好啦，已經嚟到左營高鐵站啊，28度，非常之熱。check in， 跟住就食啲嘢就去演唱會㗎啦。商圈夜市啊！咁啊，未有得睇就直接去世運站睇演唱會啦。我知道你们等这一刻很久，也知道你们为我们做了很多应援，然后你们非常欢迎我回家，我也都感受到你们的心意了。把音乐关掉。而家喺高雄中央公園站，仲有呢個雷射應援啊！
知錄唔錄到佢變色添。就係呢個啦。晏晝太早嚟啊，拍唔到啊，完全。